问焗烤饭的代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。哦，焗烤饭哦，来，咱大家看影片就知影嘛吼。焗烤饭大家拢捌食过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烘起司饭。哦，嘿，伊用烘的对无？系啊。伊是毋是有哇？看死这就起司啊？啊，对。起司饭。哇，饭嘛，对啊，烘起司饭呐。赞，日本讲法啦。嘿，起司饭。啊那啊，像我这边的台湾讲法，看西饭。哦，因为有起司，所以看西，没错。哦，还嘛真有道理咧。你是照迄个名讲，是，啊，我是照迄个形讲。看西饭听起来较好食，较好食。烘起司饭我听无。起司饭听拢讲袂出来。问题这边的少年呢，来，阮嘛是感觉看西较好记，较好念。较好念，看起来就是啊，这就是看西，我要食看西的啦。啊，拢会使啦吼。啊，毋过就是甲咱拄则来宾所讲的喎，即个看西饭念起来较顺啦，较袂安尼念起来呢KK安尼喎吼。所以咱的看西饭得到55.2派的人选，啊，咱的空气素饭是44.8派。